后来过来这件，送这个小宝宝去菜市啊买菜，这个囡仔差一点啊，参囡仔车做花红送咧走。这是发生伫台中太平的新人菜市啊，有生分的男子企图要甲也被盗贼坐伫塞车内底小男婴，连人带车送咧走。妈妈发现马上来阻止，但是这个男子无咧惊哦，继续要来塞这个车。一直到这个妈妈大声来喊讲要来报警，引起到大家注意，这对方才放手白咧弄。警方当咧追查这个男子的身份，嘛呼吁家长塞囡仔出门，这个手千万唔通甲塞车来放开。只手扶着，然后一边走在跟老板讲话。那么那个人的手是在这边，一样往前推。然后当下我就立刻把他抓回来，说：“你在推什么？”想到迄个时阵，嘛是心惊惊。这个24岁少年妈妈会知影塞车啊，带无到1岁后生去踅菜市啊，煞拄到一个青云人想要甲伊的车塞走。我当下反应是说：“你推什么推？”那么他就继续往前推，当作没有听到。然后我又做了一句：“你再推，我要报警了。”妈妈讲，加在伊当时有甲车换掉的，尾仔大声话，引起真侪人注意。青云人才紧宣，妈妈紧通知里长嘛报警，警察调查发生代志的所在，伫咧台中太平的新人菜市啊，即马当伫咧调查这个查甫人的身份。调阅相关的监视器追查该名男子确切的动机及意图警察嘛呼吁，为了安全，家长塞车出门的时阵，拢爱顾好调，嘛要随时注意囡仔伫咧车内状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